别管，先擦一下吧，不要感冒了。你怎么了？烫太烫了。那我帮你换一个。没关系，现在这样很好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吸血鬼不吃辣吗？因为它是不辣的。这好像没那么好笑。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我是2年5班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启章。蛮好吃的。好吃就好，多吃一点。